根據着疾管署的資料，目前國內流感疫情，抑個新冠疫情，抑有一個壓懸。頂禮拜呢，這流感重症的人數呢是真濟人，有80例，啊那流感死亡的個案有17例，攏是這3個月以來上介濟。因為月底就特別開學咯，疾管署就煩惱講，這流感疫情可能會變嚴重，所以到月底進前呢，也擴大到7個族群，若總有出現類流感的症狀，就當領公費流感的抗病毒藥物來使用。真濟人佇診所等要互醫生看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國內流感甲新冠肺炎的疫情還當咧流行。根據疾管署的資料，頂禮拜因為流行性感冒去互醫生看的人次有95000多，其中流感的重症有80例，死亡的個案有17例，都是這3個月來上濟。流感重症的部分，上一周是有新增80例的流感重症病例，有新增17例的流感重症死亡的個案。那這些新增的個案當中，主要的感染型別也是以 A 型的 H1N1 為多，而且多數都是具有慢性病史的患者。疾管署表示，因為月底就要開學啊，學生鬥陣上課，有的人的幾率就會增加，煩惱流感疫情變嚴重。疾管署到月底進前，也會擴大包括醫術單位的防疫人員、安養院甲長照機構的員工，幼稚園到5專的學生，總共7大族群。若是有類流感的症狀，就會當領公費流感抗病毒的藥物來使用。8月24號到9月30號開放擴大抗病毒藥物的使用對象，大概有這7類。因為現在已經算是疫苗打完了嘛，在緊接着新疫苗是10月1號，在這段期間之內，我們就用不同的工具來對抗這個流感的疫情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新冠疫情也有升懸的趨勢。頂禮拜因為新冠肺炎去互醫生看，大約是26000多人次，所以也提醒也未注新冠疫苗的高風險族群，到月初到進前會當趕緊去注新冠的預防針。記者顧佑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